现在这个武汉肺炎嘛影响到食补小食面，因为中国有真侪城市来封城，影响到中药材的出口。其中当归鸭，也则是中药炖排骨，要控汤头的中药材，像黄芪、像当归，货量是愈来愈少。讲中药行甲中药厂拢咧抢货，餐饮业者讲，因的库存嘛得要用了咯。中国的疫情若阁无改善，因恐惊就要暂时来伤大咯。 用各种中药来控的高汤，小火火香滚滚的当归鸭面线，即马这优先美食嘛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因为中国真侪城市封城，台湾靠进口中药材开始欠货。跟大盘用抢的，博感情要跟他们博感情，要跟他们。他们怎么说？现在就缺货。 这片青米深乌色的色地是控汤需要药材，另外这当归甲调味甘草嘛拢是欠货。餐饮业者表示，若是搁买无货的库存用完，会直接考虑停业。像人家讲化工原料房的那种，直接用粉的那种，那我化学药粉那种就不可以用。除了当归鸭，也搁有药炖排骨，这药材内面嘛爱用到黄芪，同款嘛真惊继续欠货。 中药行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因为药材唔若歹买，价小也搁持续起。斤大概涨个30块、40块。业者估计，即马台湾中药材安全的存量大约只剩2个月左右。若是到时阵中国疫情无改善的，影响的唔若是中药行，或者是餐饮业，连大型的中药厂嘛因为无原料，无法度生产。